臭死了！你说你吃那么多干嘛呀？你哪是龙啊？你就是一头猪！你才是猪呢！割到石子儿了！你干什么？要弑君啊？你有没有良心啊？我累成这样，你在上面给我装昏迷啊？不是，我哪儿装昏迷了？我刚才是被你撞晕了。得了吧，你刚刚明明是醒的。不是，我本来真的是晕着的，你走路摇摇晃晃的把我给摇醒了，我正想下来的。这不知道你这叽叽咕咕说什么呢，我就想听一下。没想到啊，你居然在背后说我的坏话，被我发现了以后，你还行凶把我扔在地上。恶人先告状啊！行，我躲开行了吧？不，哎，老大，你不是，你别生气，我请你吃好吃的还不行吗？不是，哎，老大，我这屁股坏了，我追不上你，哎，老大，不是，你别生气，你听我说，我那时候，哎，不是，老大，你考虑一下伤残人士啊！走开，伤后快走，二位，慢走啊！越来就走。酒足饭饱，好幸福啊！不过，我大哥跟丽萍娘娘不知道怎么样了。你放心吧，以你大哥的本事啊，至少保护他自己和丽萍安全脱身是没问题的。但是我们去哪儿找他们呀？眼下整个山西都不安全，咱们只能顺着道往京城走。要是能在半路上遇见了，那当然最好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就只能在京城碰面了。也只能如此了。大师兄，不是那儿，是这里。啊，怎么了？大师兄，现在啊，你是大夫，我是伤者，治伤的时候不用拘于男女之礼。来，我们这一路上，自离了太原，就遭到吴三桂、刘德昭2路人马的追杀，实在是太蹊跷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为什么他们对我们的行踪和计划了如指掌？对，我怀疑我们内部出了奸细。很有可能，我估计应该是康熙的侍卫里有内奸，多半是鳌拜的党羽，也可能是吴三桂的人。他在清廷当中安插了不少的眼线。既然这样，那我们就离间康熙和吴三桂的关系，让他们君臣内斗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不知道欢妹现在怎么样？你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我去找点水。